想滑雪唔使等到冬天嘅，啱啱喺深圳開幕嘅華發冰雪世界，佔地8萬平方米，係全球最大嘅室內滑雪場之一。今日我就一早同我好朋友上嚟踩下呢個新場，我就喺 KKday 嗰度買咗套票，包括有永東巴士來回車票啦、Snow 66滑雪裝備租借、教練教學，當然仲包埋滑雪場嘅門票啦。呢個新嘅滑雪場對香港人嚟講非常方便，喺深圳灣口岸過完關，搭車唔使半個鐘就到啦。比起去廣州嗰個融創呢，真係近好多啊！呢個場設有初學者區同埋專業滑雪賽道，可以滿足晒唔同程度嘅朋友。睇嚟我都要多啲上嚟練下滑雪先得啊！今日我嘅自尊心啊，真係碎到一地都係啊！如果你哋都想嚟華發呢度滑雪，經 KKday 就可以安排晒成日嘅行程啦，有唔同嘅套票選擇，按連結就可以揾到更加多資料啦。